分開咗之後，麥兜搬咗去海邊住，每日黃昏都早咗去沙灘望住個大海，拎住個膠袋，袋裏面裝住乜乜以前影嘅相。有個經過嘅叔叔就見佢每日都嚟，就好奇咁問啦：你係咪喺度等人啊？麥兜就答啦：唔係啊，我等浪啊。叔叔就皺晒眉：浪有咩好啊？麥兜就講啦：因為我覺得佢有日會捲走我啲回憶，幫我拎去好遠好遠，拎到再搵唔到返我。叔叔就講啦：如果有日個浪拎錯咗方向呢？麥兜就笑笑口就講啦：咁我咪再見返佢咯，到時我會同佢講聲 hello。